26是全文逐字念，历史有声书版权开放。这个还在处理啊，刚刚上传，也要上传很久呢，1点多 G 啊，你看待处理有没有？得来不易啊，你看上传完成了，上哦，1、2、3、4都有了。A01B，你看倒数第2个上传失败，这可能就是传快好了，手机宕机了，这样就没有完成了。然后你看这又重复上传了，不要又宕机了，又要重传。以前有传过，应该会比较快完成才对啊。1、2、3、4。